今天是2022年的9月20号，是乌鲁木齐疫情防控的第43天吧，同时也是新市区又重新静默的第2天。为什么说又呢？因为前段时间乌鲁木齐新市区的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差不多解封了10天左右吧，基本上哪都可以去，就是不能跨区，也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。但是昨天早上正要做核酸，结果突然通知全部都静默，不让出去。大家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，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小西沟附近，车很少了。当然现在有几辆车，这是对比前2天的。前2天这个城市已经开始火起来了，到处都是车，然后人也比较多。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状态。怎么说呢？43天啊，我觉得到问题怎么说呢？待着呗，还能咋办？今天打算问一下买菜能不能买到菜啊？因为10天我们基本上都是点外卖，或者说出去买个馕呀啥的，也都不怎么做饭了。而且冰箱现在也放不出多少菜了，就没多少买。今天还把剩下的鸡蛋给吃完了，所以等会问一下看能不能买到啥菜。吧，还得买点米了，米也不够。